政府計劃喺天水圍發展新墟市，咁有關注小販同埋社區發展嘅組織大聯盟就希望營辦嘅機構可以調低攤位嘅租金，咁以便居民呢可以買到較平嘅日用品。金玲彤報道。天水圍北呢一塊大約3800平方米嘅政府空置土地，最快出年農曆新年就會有一個墟市。政府面租俾東華三院，以社會企業嘅模式營運5年，預計有200幾個攤位。有關注天水圍小販同埋社區發展嘅組織，希望營運機構能夠將墟市嘅檔位租俾區內嘅居民，咁售賣價錢較平嘅日用品。我哋天水圍嘅居民收入唔係咁高啊，所以佢慳得一蚊得一蚊，可以買到平嘢就係最需要嘅。所以呢個形式呢，係應該柴米油鹽衣食住行日常用品可以供應到俾我哋啲天水圍居民呢，係最受歡迎㗎啦。佢哋認為攤位月租800到1000蚊太高，擔心檔販會將成本轉嫁俾居民，期望稍後同東華三院商討租金嘅安排，希望墟市最終唔係以服務旅客為主。亞洲電視記者金玲彤報導。